作者簽 DJAX 故事夢幻島千版 0.1 至第3代夢幻島創造神命運機創世經歷故事第35集，關於創造神界宇宙皇族，現在大量招聘神界共同開發科技研究者。關於薪金問題，是每日底薪1000港至3億美元封頂底薪薪酬。關於處理問題，每一條問題獎金是1000港元至3億美金的封頂獎金。一經收到入職電郵，這個電郵是 @X 微電郵着，因為個 @X 電郵網站是創造神界宇宙皇族底網的電郵，一般沒有受聘請的參與神界科技研發者是很難會發送出這電郵。一經接收到 @X 是上天選中的人才，薪金是底薪，會按每一條處理問題的獎金佣金提成，多勞多得每一條問題獎金封頂是3億美金。但你們共同研究神界科技參與者當日，第二問題會是重新計算第二條問題的獎金。如果你們第一問題獎金和第二問題獎金都是比較複雜難處理解決的問題及處理已完成第一條問題3億美金獎金封頂及第二條的3億美金封頂，答對複雜兩條問題可能會得到共6億美金。如果第三條問題會按第三問題去計算獎金，你們共同參與神界科技研發者是獎金沒有上限的，當然是上限每一問題的封頂3億美金。第二條問題、第三條問題、第四條問題、第五條問題會按問題加起的獎金總和即日發放底薪、薪金和問題佣金提成。當然獎金越多，可能需要你們登記商業銀行戶口，可以即時收款。你們先過銀行人戶口測試本公司的轉賬流程是否順利，日後有大額獎金先考慮申請商業銀行方便。本公司發放大額獎金，每條答問題會收本。公司聘請的電郵回覆是否問題答案處理正確，會即時知問題和提成結果。最後合共計底薪和提成獎金即日發放薪酬。